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啊！伊娜兄，伊娜姐，来啊！哦，即摆当先休困者。你敢知影今仔日要创啥？摕宝藏！摕宝藏！哇，大家拢笑眯眯。你感觉你今仔日敢有机会摕到宝藏？是啊，你啊大声，等一下好好表现哦，招到收来啊！收获宝藏是要招问神。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今仔兄、今仔姊，也有探险队长，恁好！哇，今仔日来小朋友，队长你有够厉害啦，拢有够高水的。真的足高水的。安尼招问神哦，要来问这今仔兄、今仔姊，你感觉什么时阵你家己上高水？我感觉我翕相的时阵上高水，翕相的时阵上高水，啊无你看头前，迄一张哦，一两三，哇，真高水笑眯眯。过来。我感觉我是看到猫仔的时阵上高水。哦，看到猫仔，你介意动物是无？嘿，猫仔是狗啊？猫仔。猫仔甲狗，猫仔我介意狗啊。我感觉我翕相的时阵上高水。哦，翕相的时阵摆一个 pose。赶快！哇，一缕花。水当当。我嘛是感觉我翕相的时阵上高水。哦，安尼啊，比一个看头前，你一个上高啊，哇！笑眯眯。大家呢，拢是安尼真欢喜、真高水，一定会摕到宝藏。来到新地的所在，绝对袂当紧张，因为紧张呢，你就无法度摕到宝藏啊！安尼知影无？是马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个可以来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老高阿亮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，哎，咱做伙来这个所在，咱先徛一排。向前，向前，下停，停。哎，退后马股，停，那个，啊，是啊，好去啊！哎，汉信，嘿，你即马是咧搬倒一出嘞？你搬倒一出，我的汽车，汽车。这只非常了不起的跑车哩。哎，我来讲，这只跑车我定定爱甲训练，啊，汽车看卖伊倒有问题。啊，若有问题，咱是要哪算游戏？啊对诶，若是咱咧选你无毋对迄个单元，够将我歹去啊。真正的，所以吼，这交通工具有当时就要提出来，看卖倒有问题。会啊，若是有一天哦，恁会当驾驶一种交通工具，恁会想要驶什么车？开轮机，飞轮机哦。因为开飞轮机的时阵会当看到天顶的风景。哦，算讲迄个技术，啊，通啊驶飞轮而且机。做技师会当去足侪国家的呢。对啊，去国家佚佗，阮好咧。我想要驶迄火车，驶火车哦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会使去足侪台湾的所在。哦，台湾嘛去足水台着真的。侪所在的，真好真好，啊，就轻呢。我想要开飞轮机，你嘛想要开飞轮机啊？足缘投的。哦，足缘投的哦，乌林目镜甲砍落哦，一定足歹哦。啊，定义你咧？我想要开高铁，高铁哦。哎呦，为什么是高铁？因为伊足紧的啊，嘛会当看到足侪风景。啊，对啊啊，。佮足舒适的。好啦，大家拢想要驶交通工具，安尼即摆我要来甲恁考验啊！好，咱岛内小朋友，你有信不信无？哇！
你单点就有力的呢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金大家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来到第一个关卡，这关哦需要骹手足流利的吼。啊，恁平常时就做啥运动？拍篮球，拍篮球是倒几位？一、两、三，拢有啊拢有咧拍篮球。啊，听讲你有一位有会晓是讲啥物越野的迄啥物比赛是是叫做定向越野，定向越野就对啊。啊，是啥物款的运动？敢会使甲恁介绍一下？就是伊会互咱一张地图，嘿啊，面顶有足侪点的，会互你去找迄点伫倒位，对啊，用指北针去找迄个点，啊，搁打卡，看哦，啊，上搁上紧，拍卡哦，嘿，真厉害咧！啊，恁其他敢有参与到这定向越野的部分？无，无哦，啊，所以你拢拍篮球。嘿，啊，即马骹手爱真流利，爱互相配合，恁有信心无？哦，加油！金大家来，啊，开始较头前的吼，先来较准的哦。板地，嘿，板地，好，读册，读册，嘿，爱看遐讲吼，先到了看倒手边讲，赛车，对，真好。平移哦有哦，弄门，哦唔对，要紧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哦，坐家，对，射鸡，听好哦。来，继续加油。安怎？虾夷，哦唔对，要紧，咱要再甲你教。哦，这个，有食过啥？好，要紧，咱甲家己讲吼，来加油！哎呦，哎呀，烂头毛，嘿，烂头毛，嘿，对了，头毛吼，对，啊，哎呦，哦，厉害，拍鼓，嘿，对，拍鼓，哎呦，厉害哦，好鱼啊，真好，就是你即摆咧做的代志。好，哎呦，嗯，跳舞哦，不是，好，过，要紧。啊，这个，紧了，他 pass， pass，快紧，豆豆来哦，举手，真好，举手，哎呀，靠上，好，快紧，听伊，对，水啦，该搁看伊先对无？啊无？无啊，啊，快紧，来，好，安怎念？卡门，卡门，啊，这里念卡，啊，咱就是，咱今仔日吼，头先恁读到，拢是一寡动词。好，咱再来，我头先安尼画，我是安尼画是画图，咱来带落拼音，咱看觅画图画图，是有安怎，搁有安怎？有食搁有粒，嘿啦，破写七嘞，有食搁有粒，啊有食搁有粒，啥物意思？就亲像你今日做的代志，来遮耍游戏，真欢喜，搁有宝藏通可以当摕，提保重嘿，，有食搁有粒。好，来哦，咱看觅，这啥你知？安尼，逆卡背，嘿啦，逆卡尾啊，逆卡尾啊，真好，刷落来带落拼音，这是安怎念？爬爬山，搁一摆。爬山，啊，头先啊，伫咧温和边安尼，这是啥？分箍啊，嘿，分箍啊，其实应该嘛有这种讲法，啊，咱是迄啥？裤丝啊，裤丝啊，做伙念一摆。考试啊，好，咱来看觅恁得到9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后一关，再摕一个好唔好？好，好，来准备接招，金大卡。
好康到相报。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有连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。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嘞？很是，即摆小朋友真正足幸福的。我还记我细汉时阵学的知的是拍风雷，拍红绿又真好啊。啊，搁有画图。嗯。我以前吼是咧学这个古筝，我是国乐美少女。哇！古筝国乐，安尼你今仔日甲小朋友共款，小朋友学的嘛是国乐呢。哦，真的哦会。当甲大家介绍一下。我学的是会弦啊，会弦啊，会弦啊是要安怎用？你这是烧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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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嘛是学会弦呐，会弦啊，啊你敢会当亲像伊拄只咧自己车要歹去啊？我来看，你看你是学啥？中乱。中乱。啊，定义你有无？我是琵琶，啊，比白。比白哦比白。啊，毋过我嘛足想要学唱歌，到即马嘛是无法度做歌手，你甲我听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咱即马吼，随便来甲恁考验，听清楚哦吼。咱即个台路拼音无遐尼啊简单。我知。咱尽量，啊你嘛尽量，唱歌就免啦。加油哦，林大家！来，上，来哦！加油加油！小开准来加哦！油！来啊来啊来，一你是上，你是上。这无的这，水。坐落，对。这是啥物物件？这是啥物事？对，这是啥物件？这温。这温。这温对。哎呦，坑掉，搞怪过好过，好水哦。来哇，定义，瞧，较准，后要指啊，要落。来，安怎念？滚水的滚，挂刀。水，歌啥？高啊，高啊，咕咕鸡，狗狗鸡好，对。像叫你演，哦，真好。你这么怪哦！可以。哦，这是。安怎念？甩呀甩，水当当，准啦。知道 S 哦，你安尼讲呢，我不来食你。苏念，苏念的苏，对。来，赶紧加油一下，炒米嘛用，木瓜嘛用的。贵啊！哦，这啥？这是麻。加油！安怎念？麻吉的麻，M，骂好，水啦。马郎，米呢？啊，米唔是，无收。唔是啊，拢是米啊。阿母，唔是迄把是米。卡关，我要pass。啊，你 pass。那安拍死紧的哦！哎，这两个定会舞唔对伊。记得有就好啦，时间要到哦。加油哦！安怎念？轮边搞的轮，轮。老热，对。人好，唔对。哇！时间到。鸡吧。唔是，太困难了，咱下面好好来讨论一下。现在讲，哇，真正无简单哦。来，今咱豆豆啊，过来加学几字啊。好。好，滚水的滚，这个是高的音。咖喱，咖喱真好，高无？高雄，高雄对无？高雄。对，好来，麻吉的麻，我一个 M， 有一个拼音伫哩，咱像麻，我话麻，这是毋是震动？麻会用到这个拼音。妈祖对，妈祖对，迄个拼音爱出来。后一个轮边狗，这个较困难啦。轮迄个肉，迄个哦。招小肉，照小了。个鱿鱼。鱿鱼哦。好，来看卖恁得到几题，拢总得到1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厉害呢！是哦，上尾关啊哦。啊，即摆几个？扣半。两个。哦，
加油！上尾关准备接招，请来甲！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去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等于我甲你请问一下哦，亲像阮朋友若是来录讲耍，我拢会介绍伊有薯饼啊，无就是食肉粿啊，无就是炸一寡盘手咧。啊，我若是去南投耍的时候，你敢有啥物物件想要推荐我？乌龙茶，乌龙茶，我会记恁的茶米足香的呢。啊，我想要买一罐乌龙茶，啊，毋过我听讲现时袂晓泡茶，你敢会当甲阮介绍一下，要安怎泡茶？茶迄个水的温度，啊，搁有咱放茶米的量。放茶米的量嘛真重要。哎呀，现在你哪这了解啊？你是厝内面有咧做茶哦？学校每一礼拜拢有上泡茶课。哦，泡茶课学的物件足侪呢。真好咧。啊，即马要甲恁考后，恁的特产是茶，对不对？即马要来考恁各地的特产，来看卖一下，题目就是。甲各地的特产对南到北顺序甲排好，上南边的排伫第一，上北边的排伫第六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影。来哦，加油哦！林来甲，咱开始看，看题目。讲迄边上南的是啥？上南边的，安尼我先讲啦吼。上南边的，这是一种鱼啊，嘿，够无？伊迄有一个物件足贵的，巴肚的迄。巴肚迄地遮贵的，咱这边上记得加油哦！嘿， QQ 啊，内底有包甜的啊，甜啊，安尼样。内底有包甜的啊，QQ 哦，还有钱的，用钱 QQ 内安尼底有包你这边。好。内底有包甜的啊，QQ 哦，还有钱的，用钱 QQ 内安尼底有包你这边。好，因放第一，啊咱放第几？上北边的，是四角形的，这个形的。会使用烘的，嘛会使用炒的。啊，恁遮的这个是啥物鱼？鱼的，会米粉，烩米粉。猪肉做的，嘛是猪肉做的鱼哦。我没看到。时间我这四角形要开，我四角形要开了。进来。这物件这啥物款的？我这中哦。咱的这是乌乌的物件，哦，的物件。然后有高的，搁有轻的，有高的，搁有轻的，真好。会使卤吧？会使卤吧？啊，知影无？日头，好，阮这边也是会当食的日头。恁那放第三，第三好，紧嘞。好，啊，恁这个。咱这，较紧嘞。咱这放第二，好，三、第三、第二，第六。恁放第三。嘿，安尼你甲因讲，即马几号物件？哦，时间到，煞。哇，我看恁这种，哦，足困难的哦。你过关可能较困难哦。赶紧，咱做来看卖到底对唔对？现在讲。哇，你甲看，敢若看到这特产就流嘴喏，擦丁啊啦！你看第一项是啥？大声念出来。暗藏。就是黑尾鱼乌托罗，哦，伫倒位？东港。啊，伫屏东对唔对？所以是算上南边。啊，毋过咱袂使讲到迄个县市，所以咱的蚵仔安怎形容？足大只，最大只的鲩羊的，对唔对？啊，搁有通摕来做沙西米。出事。啊，恁家大部分就拢讲着，对唔对？好，安尼后一个竟然有2项，导游恁敢知影伫倒位？伫西嘞，对，破声水嘞，西嘞，肉丸伫倒。中华。所以这个就是导游，对不对？咱甲导游摕起来，导游搬起来，啊肉丸先放喺边仔，先放喺边仔好啊。哦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应该就是对啊。目前看起来安尼是对。头先有讲到卤肉，啊，搁有无？对，足咸的，足咸，对，足咸笃笃。
啊，头拄跟我讲，伊有当时是清的，有当时是高的，啊，高真好，的。阮何这形容真好。哦，安尼该讲拢讲着。目前安尼看起来对啊吼，叮当、婚林，再来肉丸，甲太阳饼，安尼啥较难？中华所以是肉丸。所以是肉丸。好，安尼即摆甲肉丸放伫咧正确的顺序，排好食，才会缀人听。我今咱来讨论看下肉丸安怎讲好。系拄则有 QQ 内底有包 QQ 内底有包，包有包啊，有诶用煎的，有诶用吹的。好，安尼目前佫行过来。台中的啥？太阳饼，啊，佫有啥安怎讲？足酥的，这熟哎，的。这熟的。嘿哦啊，，还有里内底包麦啊，麦芽，麦麦芽啊，哦，你差不多啊。小姐啥？贡丸，头先安怎讲？一，甲乒乓共款，用肉做，用肉做的，嘿，用配米粉，对毋对？对啊，啊，这是倒位？新店所以上尾一个是倒位？大哎，对，大 K 的什么？试试看，啊，佫有啥？会当用菜，买当用烘的，对，啊，还有拄则还有讲用肉的，会咱芹菜炒，芹菜炒，迄个客家小炒。好，真好，真好，来来，咱徛过来看觅恁钓啊，头到几题。前的哈，隆重钓到4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安尼看起来就是2个金箍箍，2届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摕到。好，做伙来看觅一个，恁来看。嘿，咱投来小朋友2届的机会，第一个动物要选倒一个。玫瑰肉，哦，这紧就选好啊！好，来手甲放去。轻轻啦哦，我讲请饲落的时阵再饲落啊，来，听到我的哦，啊，细腻哦。好，第一个金箍箍要用玫瑰肉，敢会对咧？请饲落。玫瑰肉，无。哇，来，紧的哦，有一届机会，你选倒一个动物，若是无摕到，无摕到宝藏，我转去要安怎交代？等我选牛就好啦，你是啊你想要选倒一个？哪一个？这个。哦，这个等我选牛哦。手甲放起哩，敢会对咧？请饲落。颁奖！恭喜哦！趣味倒伊啊！趣味倒伊啊！真好咧！有欢喜无？哇，真正运气真好，这边安怎算咧？这厝边倒伊吼，伊内底是这个用这个龟啊吼做这个猪蹄。哦，煮茶哦，真特殊呢。这通甲招迄落规个同学啊做伙耍，一定真好耍。哦，今仔日大家拢讲到做非常厉害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欢喜。